央行后礼拜是召开第二季理监事会议，外界也关心讲，这利率决策和房市管制敢会做一个调整呢？央行总裁杨金龙今仔日就讲，这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为止，也就是讲呢，这利率无要再塌起哩。消息一出来，刺激到拜三的硬件股拢大起。那若准讲未来呢，这个半年通货膨胀预测预期拢伫咧2%以上，会采用预防性升息会较妥当。主计总处进行公布，国内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%，搁转来2%的通膨警戒线。外界关心央行第18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利率会起还是维持现状。央行总裁杨金龙最早出席立法院质询表示讲，若是未来半年通膨有期拢超过2%以上，采取有效性起利息较拄好，央行会采取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。央行所谓的更精准的政策措施，利率调整嘛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呢，就是公开市场操作。杨金龙表示讲，针对央行未来利率的决策，要等到18才对外公布，因为最近市场的资金按房地产刷来股市，敢会出现一招的拢招了的超级高风险。杨金龙表示讲，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实施到现阶段，未搁增加信用管制，话讲出嘴，带动吹走建材营造股收红。根据了解，这几年中央银行信用管制措施伫第5届管制时阵，增加规范自然人特定地区。第2号买厝的贷款成数上悬7成，第6届是调降自然人特定地区第2号买厝的贷款成数上悬6成，第7届增加规范已经有厝的人第1号买厝的贷款无宽限期。今年3月，甲第2号买厝贷款成数上悬5成，调数6成。考虑到新青安要伫7月底到期，有关新青安2.0的规划，敢要白付白漏？银行建议缩短为3年的宽限期哦。都有听取各方的建议啊，包括公股行库，宽限期最长5年，但是真正适用宽限期到5年的只有23%。财政部强调讲，各地收集各界意见。不过，针对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，敢要调悬到新台币1200万还是1500万？财政部长曾翠云讲，会当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